亚克力制造业。美发，我原本是做职务代理人，对，那因为合约结束了啊，所以说就是刚好市府这边有释放出这个防疫人员的安心上工，好，那我可以应征到这份工作来区公所这边服务。量体温防疫的工作。帮忙就是量体温，对，然后帮忙就是民众洽公，就是协助，就是说我们实名制的登录，好，那就是量耳温，过滤说体温过高的人的话，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进来公所。这个方案第一非常的良好，我们基本上都是做外销的居多啊，这是受了武汉肺炎的影响，很多都已经释放无薪假了，那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收入这样子，就是帮助到我们这些市民很多，对，就是可以度过这一段疫情这样子。就是呢，我们有一份就是养家糊口的一个计划很好啦，就是可以协助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期间，没有工没有收入这样子，来协助我们就是有一份收入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为协助国内产业受疫情影响，台南市政府率6都之先推动防疫安心上工计划，总共提供200个职缺给因疫情而减班或失业的劳工朋友，首波50个职缺已于4月20上工。这些同仁们进到市府各局处协助基本的防疫工作及文书作业，让疫情期间市政的推动更为顺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个我们永康公所来看一下我们市府的安心上工计划跟中央的安心上工计划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这些工作人员是最值得钦佩的哈。坦白讲，因为COVID-19 的这个疫情，所以说造成很多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那他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援政府的行政工作。不管是纾困贷款啊，或者是纾困金，其实他们都是有工作领的薪水，我觉得这是领的心安理得。而且我们也很谢谢他们对于市政的帮忙，对于纾困计划的帮忙，这些都是我们的英雄，也是最具有示范性的模范。那对于安心上工，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对需要帮助的民众能够提供适时的援助。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佩他们的，也希望说借着这些人力的投入，让民众、市民的洽公会更便利，而且人更能够有收实际的工作效益，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审查市府的各项提案，包括教育16案，以及财团法人决算。其中伫文化局方面，因为中央补助电付款有多项计划真小共，不过文化局检附的资料上少，所以就被多位议员提出质疑，并且要求资讯要公开透明。市府文化局争取中央补助，提出卖这个计划案。为了争取时效，这中央补助的经费必须要由议会同意先来垫付。其中，伫109年，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公共资讯站的实施计划，总经费1075万，中央补助753万。内面的细项说明只有2页的公文，这位议员无了解计划内容。要求文化局爱说明。其他委员会甚至包含教育委员会自己的案子，你看像教育局，他们后面的计划涉及的东西都写清清楚楚。你们这个东西就来一个文化部的一个函，不要忘记，它不只是中央款项而已，我们自己也有适配额款268万。你上面写在地文化特色，甜蜜蜜到台南找甜头，行业艺术扎根计划，我不知道那内容是什么。难道你们去跟中央申请计划的时候，申请经费的时候，也是写这么几个字就可以争取到180万吗？资料附上来的丰富度的部分啊，完整性的部分，像这个也是1000多万，然后我们适配合款也有300多万的东西，我们后面也就是2页的公文啦，正反2面，但是没关系，我有上网自己查。
好，那其实有提到说，我想问这个计划，其实你们这边里面很多计划，我们都是自己办公室再去做资料的这个收集。但我想问说，可不可以请局长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公共图书馆的这个计划是什么？议员报告哈，这个计划主要是这几年陆续都有在补助所谓的平板电脑、资讯化设备的部分，给我们43个区土来做使用。经过文化局的说明，虽然该计划主要以硬体升级、加资讯教育为主，不过现场嘛有议员建议，文化局不但会用的活用电子书，嘛会用的利用电子平板作为小型的电子看板，推测公共资讯的提供。对此，文化局嘛回应会积极来研究。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接续针对文化局申请文化部核定地方艺文场馆整建甲营运升级计划，因为两个案计划类似，加上中央补助经费超过2000多万，同款欠缺计划内涵，议员嘛要求文化局爱做说明。文化局长叶铁山表示，伫个文化部核定的艺文场馆整建甲营运的升级内容，主要分硬体甲软体的部分。伫整建部分，主要补助桂林文化中心的整建不足，总经费1929万，中央补助1350万。不过，当地议员许佑仁表示，希望经费会用一概到位。归仁文化中心如果作为我们台南南关县就是比较靠近这边南部这个地方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场馆。那有必要把相关的设施再提升，对不对？是。那1350万的部分，这边就是教育部补助1350万，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配合款。那这样的话，经费就足够了吗？还是会未来还有必要再做努力？目前因为一开始不够的时候，我们也为了发包，其实是有把一些设备的部分先把它减下来。但是现在这些设备包括音响的部分等等，包括椅子的部分都可以做更新了，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子的经费，应该可以改善到一定的程度了。我希望能够一步到位啦，好不好？另外，有关王玉德纪念馆甲唐德宗人权故事的推广，总经费28万。有议员质疑将少以外，伫唐德宗故居的保留，议员区里里嘛要求文化局要有上歹的拍算。就算民间一主无成，加速将厝买出去，文化局嘛爱甲买主沟通，避免老厝被拆除。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减少消防人员的负担，将掠芳掠蛇的服务回归专业，由农业局委外办理109年度中央补助842万，加上地方配合款1965万，总经费超过2800万。甲原本的1730万差真济，引起不少议员提出质询。为了回归专业，市府掠芳的业务，伫个回归农业局以后，对107年以外，李掠蛇的业务嘛，伫今年3月份来发包。不过，伫个中央补助经费甲市府的配合款，议员发现甲原先的预算差真济。多加多舍2个这个契约，这样查下来，其实总共是1730万左右。可是跟我们上面这个用到的有2800多万，这出入其实蛮大的。可以理解，有时候一些费用稍微高一点，可能花在其他的业务上，但这个出入，我刚才稍微算有大概1077万。那有点好奇，这边是什么东西让它跟这个契约2次的2个这个标差到1000多万？这一次的这个垫付款加自配合款总共2807万，有一个我觉得不小的出入了。跟议员报告，因为普光的业务逐年大概它招标的这个金额在降低所以今年过去有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标到2000多块，现在已经降到1196。就是我们招标金额逐年在降低。掠芳掠蛇除了编列的预算无同，另外伫个为民服务的时候，以及申办厂商的分布，嘛有议员主动来关心。整年度的可能捕风捉蛇的业务量没有那么多，我们一样是全额给付吗？还是依件来
给付呢？包括盐是依件来给付，是来依件来给付了哈。对，蜜蜂的部分是会集中在夏天，因为它的繁殖期大概是4、5月，4、5月以后。新的母王蜂哦，它会留下来，老的母王蜂它会带一些蜜蜂哦，移到别的地方去筑新的巢。比如讲，咱即马委外掠偌济啦吼，咱这厂商是拢差不多住伫什么所在？厂商是咱台南市一个消防协会吼，有分布7个区，咱台南市有分做7个所在吼，所以随时在每个地方它都可以可以出动去掠。可以啦哈。OK。掠蜂掠蛇的为民服务虽然是按件计酬，不过嘛有议员担心，如果有算用完，中央是不是会继续补助？或者既然有奖金，嘛有明代建议，归去由以下人员家己来谈。台南新闻引跟张硕维采访报道。南区新昌里现任里长郭志兴，伫个正当的年底，因为选举的时阵亲人迁户口，被依着妨害选举判刑4个月，褫夺公权2档。莫造成里长阁爱重新补选，所以前里长高秋文决定出来参选。另外，郭志兴的阿姊郭雪珍嘛同款要投入里长的选择。为了顺利争取新昌里长补选，前里长高秋黄伫南宁街成立竞选总部，这面大家里民纷纷献上祝福，替伊加油打气。高秋黄指出，伊伫前一任里长任内，不管是友善丁仔卡，还是社区绿美化，拢积极建设。现在有机会再次为民服务，一定全力以赴，定出来2档，完成4档里长的工作。这段时间拢总无继续落去完成的工作吼，我4档的工作，就这我绝对用这个2档来甲伊完成。假使若这个2档完成无了，吼，我会继续甲完成得了。哦，因为我的希望就是讲，伫我的手，大家拢讲迄遐规个吼，南西图遐规个拢总是。足开高，拢总油盐内底咧大，所以咱感觉讲，这个工作，咱若无来甲完成好我非常失望啦。至前任里长郭志兴，因为将亲友户籍迁入新昌里内，妨害选举，被起诉判刑，失去里长一职。现在伊的亲姐姐佮出来选的正当性备受质疑。透支伊一个不良的示范，来咱遮。教人遮囡仔大细已经犯法了，所以下那里面也是团体来选话，咱高里长会当带动咱下那过去的这个劳力甲福利。面对对手以当选无效讲法持续放送，嘛互前里长郭志兴紧急出来澄清，伊是因为亲人历前支持迁户口违法，所以也未判决，就家己失职负责，乡亲拢相当唔甘。所以中选会这一次针对新昌里的补选是以我个人因素辞职来进行补选，而不是外面所讲的当选无效来进行补选的。所以希望外界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在那边乱传谣言这样。为了延续小弟建设新昌里的历程，亲阿姊郭雪珍挺身而出，以美国教育硕士的高学历来参与补选，为民服务，嘛得到这些乡亲热情的鼓励。我相信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永远不会打烊，我们会继续为新昌里的所有的老人、所有的小孩、所有的青少年家庭做更多优质的服务，所以希望每个人可以给我们再一次有这样子替你们服务的机会。相信我，也是相信我的弟弟郭志兴。5月30号，新昌里长补选就将投票拿捏2边各有支持，交由里民来公决。但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5月8号是八田雨衣往生78周年纪念日。市场伫6号上午特别前往乌山头水库献花对书。另外配合嘉南大圳开工满100周年，嘛举办乌山头水库经典老相片的展览，邀请市民透过参观这的相片来认识这项重要的水利设施。打造南台湾上重要的水利设施嘉南大圳的重要推手八田雨衣技师，这个月8号是伊过身78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向伊表达敬意，市长委托6号上午也特别前往乌山头水库向伊献花对书。感谢伊打造了这个上重要的水利设施，造福了济南台湾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着嘉南平原，看着这个嘉南的米巷成为台湾的谷仓，那看着许多来这个乌山头水库来这边这个游山玩水的同时，可以缅怀八田技师对台湾的贡献。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 COVID-19 的疫情，但是疫情并没有办法阻隔我们对于八田技师的一个尊敬，以及对他的缅怀，以及对于乌山头水库这个嘉南大郡的动工的这个缅怀。今年也拄啊是嘉南大圳开工100周年，对此市府甲嘉南农田水利会以及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也共同举办了乌山头水库经典老相片的展览，特别选伫乌山头水库旧的送水口的工作站来举办，现场也保留了侪珍贵的相关设备，其中也有首次公布的古写真上色，非常具有纪念意义。那通过今天这一个老道饭的展示希望我们的游客社会民众大众能够更了解就种水果相关的这个水利建设。简单来讲，就种水口可以说是一个活的水利博物馆。我们希望这一个活动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进一步认识这个水利建造物的重要性，进而能够爱护水利构造设施，进而能够珍惜水资源、爱护水资源。这届展览对6号开始展出到14号，只有展出13天。对相关历史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行一转乌山头水库。同时，现场也有留言板，会使让民众写出家己的心声。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南门假日花市举办真济档的母亲节彩绘活动，今年嘛停办。主办单位台南市花卉协会表示，虽然活动无奈停办，不过也是会推出来点送康乃馨，表达对母亲的感恩祝福。南门假日花市有连续几啊档，伫母亲节拢举办小朋友味道的庆祝活动。今年则因为疫情的关系，被票取消。台南市花卉协会理事长表示，虽然侪民众陆续询问，不过因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不得不取消，会改用送花给民众来感受母亲节的气氛。那原本我们往年大概3、4年都是在母亲节有一个小朋友来画画。花市送花送画画的器具这一次很抱歉，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活动暂时停止掉。那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就是消费者来花市，那花市为了表达说对母亲的感念对母亲的感恩，那我们有送康乃馨的活动。那消费者来宾民众。如果你来花市，那我们摊位它都有一些康乃馨可以分送给大家。虽然面对疫情的冲击，不过理事长强调，南门假日花市因为环境空旷，会来参观的民众并无减少，只是各行各业的景气受影响，买气明显缩减。都是以卖持续加强防疫消毒，欢迎民众安心来采购。这一次呢，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花市呢也是要加强这个消毒的部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每个摊位呢都有使用这个次氯酸水固定的一个消毒。那公共空间的部分呢，我们还有请专业的厂商他来实施2氧化氯的喷洒消毒。这一点可以请民众来放心。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市府为了照顾因为疫情减班休困或者是失业的劳工朋友，为4月初推动安心上工计划，目前200个人力拢已经招到，嘛是全国上早完成这项计划县市。市长嘛特别前往关心慰问。今仔天气热到要37度，不过市长为了关心防疫期间，透过安心上工计划，伫永康公所所聘用的工作人员，伫咧工局长陪同，特别来甲伊问好，询问工作的状况，为着嘛以现象和好来感谢因愿意支援市府纾困贷款等相关的行政工作，令因拢是咱的英雄。COVID-19 的这个疫情，所以说造成很多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那他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援政府的行政工作，不管是纾困贷款啊，或者是纾困金，其实他们都是有工作，然后这个领的薪水，我觉得这是领的心安理得。而且我们也很谢谢他们对于市政的帮忙，对于纾困计划的帮忙。这些都是我们的英雄，也是最具有示范性的模范。那对于安心上工，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对需要帮助的民众能够提供适时的援助。这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感佩他们的。根据了解，市府因应这波疫情造成减班休困，或者是失业的劳工朋友，推动了防疫安心上工计划，总共提供200个职缺。第一波伫4月8号50个，第二波150个职缺嘛伫4号开始上班，已经是全国上早完成防疫上工计划县市，希望小停劳工落实希望家园。永康新闻所赞不赞？赞。市府团队赞不赞？赞。王市长赞不赞？赞。今日新闻关志和乔邦采访过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日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